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专心倚靠上帝。当然，咱的圣经是翻译做专心啦，哈。但是我感觉专心更较好，哈。咱专心倚靠上帝，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主题。咱每一人拢爱去学习安怎专心倚靠上帝。免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求的主，阮即时静静听候你，求你对阮讲话，互阮会当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主你赏赐对圣心来的快乐，阮有信心、快乐，将你的话实践出来。特别是今仔日的主题。我们分享专心倚靠你，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会当坚定阮的心志，一生要跟对你，会当专心倚靠你，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前几天我的后生牧师对大学毕业。即马来要进入职场，要开始工作。所以伫找头路进前吼，我感觉我做爸爸爱互伊一寡勉励，所以我就叫伊来我头前，我来讲，牧师啊，你即马开始要食头路吼，要工作吼。我来讲吼，爸爸一生中间吼，到目前为止吼，对大学毕业了后到目前为止吼，拢无一工失业的吼。而且我拢是真认真的工作，真认真的服侍。因为我还未毕业就找着头路，就找着工作，伫大专中心服侍。而且我来讲我教会就无老爸，无啥物背景，无啥物倚靠。一生中间多数拢靠家己，真少靠别人。我用安尼来勉励伊，毋茫讲伊也会当。真认真拍拼，透过伊手所做的工来服侍别人。但是甲伊讲话讲了后，我家己坐伫迄个椅仔顶面开始回想我的一生愈想感觉心小可不安啦但是我敢讲毋对的所以我叫牧师你过来，爸爸拄则讲毋对的我重讲一遍。我一生靠上帝靠较济上帝帮助我真济我若一生拢靠家己我今仔个人真凄惨。是上帝让我帮助足济，所以我就勉励伊讲爱信靠上帝。专心信靠上帝，其实是咱人生的一个足重要的功课，也是咱做信徒真重要的功课。因为咱来理解，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对上帝有信心的人，上界大的表现就是伊专心信靠上帝，专心仰望上帝。所以咱今日所读的第一段经文，咱来看，讲爱专心信赖上主，袂当倚靠家己的聪明。为什么要安尼做呢？为什么袂当倚靠家己的聪明，爱专心信靠上帝呢？因为咱人是有限的，是软弱的，但是上帝是全能的，是无限的。所以，一个软弱有限的人，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你会拄着真侪困难，咱只好去倚靠迄个永远袂失败、全能的上帝。安尼咱人生才有愿望啦。这咱的理解就是讲，咱是一个有限软弱的人，信靠上帝比信靠人较好，较重要。我捌主持一个真特别的告别式，唔单单对象真特别，举行的地点嘛真特别。
这不大约伫10几天前哈，我接到一个消息，因为讲我去主持一个个别式，这个个别式是伫台大医学院诶大体解剖室哈。咱知影医学院内底学生爱学习医学，所以爱有一寡人献伊的身体吼，过身的人献伊的身体，互人互遮学生研究吼。迄个大体解剖室吼，伊个大体解剖室外口的一个真无偌大的空间，这个别式的对象吼，是一个23岁，拄啊对大学毕业。少年人，这少年人伊有真好的家世，伊的阿公、伊的外公、伊的爸爸，拢是对台大医科毕业的，所以伊有遗传着因家族这个真有智慧、真聪明。伊本身是大学期间，伊就读2个学位啦吼，台大电机甲台大物理系。拢真优秀的成绩毕业，像伊是多才多艺的一个少年人，真有优摆啊哩，啊对人真谦卑，真友善，真温柔。啊，伊原本的计划是讲，伊大学毕业了后，啊先去做兵，做兵了后啊出国去读册，读册了。个会当回来台大教册，这是伊一生的计划吼。啊，伊大学毕业了，伊去做替代役，啊有一天放假，伊去因外公的厝歇困，无想到暗时困去，第2天就无起来。可能是因为心脏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但是过去拢无即款的病症。啊，所以厝内底的人拢真着惊，讲感觉较会发生即款的代志。但是我拄则讲过，伊的计划是希望讲会当等于台大教册，啊，所以因厝内底的人就决定将伊的代替奉献予台大医学院，做即个大体老师。啊，因请我来主持即个个别式。我知影迄天会有真侪伊的老师同学来参加。我面对的是因迄台中间吼，咱袂当讲上聪明的啊，至少上后读册的一群人，拢真有聪明智慧的人。我到底要对因传达什么款的信息？后来我决定，这场个别式我只讲一件代志。是咱人是非常软弱，无法度完全掌握一切，只有会当倚靠全能的上帝。我讲恁的同学遮尔优秀，伊一个老师出来讲位数，咧做见证讲，伊想讲即个囡仔将来可能会当替咱台湾得一个诺贝尔的物理奖，是非常优秀聪明的人。我无想到讲，大家拢无意料中间离开咱，所以我来讲，人遮尔优秀的人，伊原是遮尔脆弱，遮尔软弱。这世间无家己会当倚靠，只有倚靠全能的上帝。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为什么咱爱专心倚靠上帝？因为咱人是有限的人，上帝却是全能的。咱看圣经有一个叫做中心节吼，毋知大家敢知影吼？我考恁几个问题啦吼。圣经上长的一章是倒一篇？诗篇119篇对无？好，拢总176节。你可能读一遍吼，爱读半点钟。啊，我阁问你另外一个，圣经上爱底的经文是第几篇？
上界底一章啦，是诗篇17篇，只有2节。所以诗篇118篇拄夹伫上界长甲上界底的中，伊嘛拄好是圣经中间的中心节，因为圣经总共有31173节，所以迄中心节是15587节。第一节你敢知影？就是圣经的诗篇118篇的第8节。这第8节是讲啊啦，就是这个啊，求上帝保护赢过瓦克的确死的人，求上主保护赢过瓦克世间的首领。咱若读和合本的较熟，和合本的圣经是讲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王子。像王主遐尼有权柄的人，会做首领的，拢无法度完全瓦靠，只有瓦靠全能的上帝。这是圣经的中心在啦，提醒咱爱专心瓦靠上帝。既然咱知影爱专心瓦靠上帝，安尼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咱要安怎专心瓦靠上帝？因为咱若拄着困难咱拢会真惊吓对无？马上就要找人帮忙，马上就要靠家己的智慧去解决。遮尔软弱的人，要安怎专心瓦靠上帝？牧师要用咱所读的第2段经文，就是箴言的16章的第1节到第3节，来甲大家分享学习安怎去瓦靠上帝的3个秘诀。因为这3节拄啊将人的有限甲上帝的无限、上帝的全能做一个完美的对比，互咱知影安怎一步一步去瓦靠上帝。咱来学习3个秘诀。第一个秘诀就是，咱若要专心瓦靠上帝咱心内要有一个信念，要有一个基础，就是要明白上帝的全能是完全了解咱。而且上帝是听咱的，因为咱知影要专心信靠一个人，有2个真重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讲，这个人爱非常了解咱，爱了解咱的心，了解咱的需要，了解咱的状况。只有完全了解咱的需要，伊才会当互咱有效的帮忙。搁第2个条件就是爱听。这人爱听咱，爱关怀咱，爱关心咱。这2个条件非常重要，欠一个嘛袂使。比如讲，有一个真了解咱，伊知影咱一切的需要，但是伊却一点嘛无关心咱。安尼伊一点嘛无值得咱瓦靠伊。因为检查伊知影咱一切的需要，但是伊对咱的需要无要无紧。根本都无想要插乱，安尼这种人你该要去瓦靠伊呢？另外来看，若有一个真关怀咱、真疼咱的人，但是伊一点嘛无了解咱的需要，就凊彩黑白帮忙，有时增加咱的困扰。所以这2项拢真重要，爱了解咱，去关怀咱。咱的上帝就是安尼，要专心信靠上帝。咱有一个真重要的基础，就是咱爱知上帝是一个监察咱的上帝，咱是伊所创造的，咱是属于伊的，所以上帝了解咱的一切，甚至超过咱对家己的了解。伊审查咱所有的动机，了解咱的一切。上较重要，伊遐尼疼咱。听甲连伊的囝耶稣基督拢献互咱，所以这款的上帝是值得咱专心仰望伊、专心信靠伊。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讲，人掠做家己所做拢对，上主却审查伊的动机。你讲上帝知影咱心中上界深沉的需要，咱的期待。
当咱人用咱有限的智慧去计划执行咱人生的计划的时阵，咱一定会产生一寡错误嘛。但是全能的上帝，伊深知咱上界深的需要，伊知啥物对咱是上界好的计划。所以当咱专心信靠伊的时阵，的确得到上界好的结果。所以咱来建立这个信念，上帝完全了解咱，佮听咱。然后第二步，要专心信靠上帝，是咱来知影讲，上帝掌管一切，上帝的旨意稳当，上帝的旨意定对了。咱拄则所读的经文，16章的第1节讲，计划在于人，但是决断在于上帝。意思是讲，咱会当利用咱家己的智慧去做计划，但是最后结果的决定是上帝啊。人无法度控制一切。咱咧读新约圣经的时阵吼，大家毋知敢会记得耶稣捌讲一个譬如。耶稣讲有一个好野人财主，伊有真济田园啊。有一天伊就徛伫迄田园边仔，看着讲，我即个田园安尼今年大丰收啊！即马若大收成了吼，迄收来的五谷，遐个收来遐个作物吼，我即马即个仓库可能无够客，吼，仓库伤细。安尼要安怎？伊就想讲，安尼我来先做拍算，我将这个仓库先来拆掉，来起一个更较大间的。然后大丰收的时候，我就将丰收这五谷吼，甲货米拢来放伫这仓库内底。然后吼，伊哪想哪欢喜的讲，安尼我要对我家己讲，我实在是一个足好运的人，我拥有一切。拢一世人拢开袂了，我慢慢享受，啉食过快活的日子，我是会足好运的。但是耶稣讲安那，讲上帝却要对伊讲，讲你这个糊涂人啊，就伫今暝你来交出你的性命。那安尼你所积聚的一切，这财产要归予啥物人？所以人会当做真济计划，但是无法度掌握一切，决定是在于上帝。圣经中间安尼讲，人的心有真济计划，但是独独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这现内中文有部分有做，就上主的旨意当实现啦，才当生效。所以咱的理解就是讲。人可能有真济计划，但是只有上帝的旨意才会当实现。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咱咧做计划的时阵吼，圣经咱提醒讲，你要将所计划代志交托上帝，安尼你就当成功。这句话名解说，咱将所计划代志交托上帝。安尼，咱就当成功。无书分做3个部分，就大概讲。第一项就是讲，你要将所有计划代志交托上帝。你计划进前吼，你要安怎？你要先想看上帝的旨意是啥物？也就是讲，咱先敲找上帝的旨意，然后照上帝的旨意来计划，咱就当成功啦。因为上帝的确应允啦。举一个例来讲，咱若伫迄个一间公司咧上班，你的顶司吼，就提一个计划，互你讲，你根据即个主题吼，做一个计划。若做了后，你交互我来送去董事会。董事会因就开会，来看你的计划，审查你的计划。若感觉你的计划真好。安尼，董事会就通过这个计划，而且搁来你经费的支持，互你完成这个计划。若你是计划的人，你要安怎计划，董事会才会通过。我询问你，
你爱安怎计划，这当时会开通过。上较简单的方法就是，咱照当时长的意思去计划嘛。咱想看当时长爱安怎，当时长想要做啥物货，咱就照伊的意思去计划。当时长看到这跟我意思相共啊，来通过，搁来支持。搁另外一个问题无顺问你，咱教会当时长是啥物人？对啦，我是挂名，我负责当囡仔吼。咱真正的当事长是上帝，咱人生的当事长嘛是上帝。咱知影上帝掌管一切的成败嘛，所以咱若照伊的心意去计划，自然而然会成功嘛。所以这就是将计划交托上帝的第一项代志，咱来做。第二项代志是啥？咱知影计划了就要执行嘛，执行了较有些可能成功嘛。虽然咱将所丢的交托上帝，但是伫执行计划过程中间，无保证袂拄着困难，对无？执行计划一定要突破真侪困难，但是咱知影上帝会加添咱困难。咱看耶稣的生涯，咱就明白，上帝伫耶稣生命中间的计划是安怎？爱伊去定十个救赎人类嘛？这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呢。所以伫整个过程中间，耶稣嘛不断的调整家己会当合乎上帝的心意。特别是最后，伊伫克西马尼园咧祈祷的时阵，伊对上帝讲爸啊，若是你愿意将这苦杯来刷去，因为苦杯实在太苦了，定十个实在太艰苦了。但是伊讲毋通照我的意思，咱是爱成全你的旨意。伊对上帝安尼求啦，就是要成全你的旨意。结果圣经安怎记载？圣经记载讲，这时阵上帝差遣一个天使，对天顶向伊显现，加添伊困难。意思就讲，伊咧执行上帝交代伊的计划中间，嘛爱突破真侪困难，家己内心的挣扎。但是伊祈求上帝予伊困难，上帝就透过天使来加强伊的困难。所以咱爱明白，伫执行计划中间，咱更加应该爱专心信靠上帝，求上帝互咱有困难。最后一项就是，咱若完成咧，完成了，咱明白一切拢是上帝咧成就嘛，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佫互我困难，毋是我靠我家己的，所以咱更加应该爱将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上帝。这是第二个专心信靠上帝的秘诀。最后一个，咱若要专心信靠上帝，咱就爱安怎？接受上帝引带咱的脚步。拄则经文讲，计划在伫人，但是上主引带你的脚步。咱人会当计划家己人生方向甲事业前途，包含短期、中期、长期的目标。咱人会当规划咱家己的前途，规划未来的事业。但是咱也知影，咱无法度掌握将来时局的发展。你毋知明仔载会变安怎？我会记得2019年，咱教会的聚会人数正式超过1000人咱迄阵平均的聚会人数是1050人。我感觉我做有信心的，我想讲2020年咱要大大发展，搁要突破，搁再突破。结果无想到安怎，疫情来，连聚会都袂当聚会，连续3冬，咱拢伫这疫情的影响下面。
我想伫3当前，真侪人拢有真侪计划嘛，但是一场疫情拍散大家所有的计划。所以圣经来讲，咱会当做计划，来做咱家己的目标，但是你无法度掌握未来啊。那公司的作者安尼讲其实明仔载安怎，恁也毋知影。恁的生命是啥物？伊讲，咱的生命是啥物？那亲像云同款，啊，出现较少的时阵就无去啊。所以咱需要接受上帝的引带，咱无完全明白生命的真相，但是咱明白一件代志：上帝掌管一切。这就是为什么咱要信靠上帝，接受上帝引带咱的脚步。拄则所读的第3章的第6节讲，无论做啥物款的代志，拢爱用上帝的旨意做准，伊就会指示你行正路。咱头前嘛讲过，咱只要照上帝的旨意计划，咱所多无的成功。因为上帝有一个应允，伊会加添咱气力，加添气力的方式就是安怎引带咱的脚步啦。指示咱行伫正路顶面，咱要安怎接受上帝的引带？有3个撇步。第一个就是爱读上帝话，认真读上帝话。咱要追求上帝的心意，上界重要就是读伊的话啊。因为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是路上的光嘛，是咱确实的引带。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对咱来讲遐尼重要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咱教会的牧师团要推动每日亮光的读经运动。咱透过咱家己读圣经，透过咱听牧师的分享，透过咱家己的默想，咱来思考讲上帝伫今仔日要予我啥物款的启示。我应该爱安怎行，较合理伊的心意。所以咱要真认真去研读上帝的话。啊，所以牧师嘛讲，咱每一工拢至少半点钟到1点钟的时间，搁较长愈较好。咱认真来读上帝的话，咱就知影上帝爱咱安怎行。第2项，除了读上帝的话以外，咱嘛通听上帝的话。啊，要听上帝话，除了读圣经以外，就是祈祷。咱透过祈祷，甲上帝做灵的沟通。耶稣捌清楚甲咱讲，圣神会成做咱的保惠师，互咱引带甲指示。咱应该爱借着祈祷，祈求圣神内住伫咱心中，伫咱心中对咱讲话。伫咱诚心祈祷中间去领受上帝引带，所以祈祷嘛爱做咱生活中间的一个真重要的功课。牧师嘛总望讲大家会当参加咱教会所推动的中保大祷事工，伫迄个家己一个人的环境中间，来替家己、替别人、替教会、替世界祈祷。伫祈祷的过程中间，咱领受上帝予咱的启示，上帝引带咱。最后一个就是行动，爱实践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实践出来，才能完成上帝的旨意。上帝引带咱的脚步，其中迄个脚步就是爱行嘛，爱行动嘛，爱实践，照上帝的话来行，照上帝的话来行，自然就是被引导、引带。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今仔学习一个功课，就是爱专心信靠上帝。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功课，但是同时也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因为伫倚靠上帝的过程中间，咱的生命必须要被调整。必须要被修正，但是独因为安尼，咱的生命才会更加进步、更加完全、更加美好。愿上帝亲自帮助咱，
互咱会让专心活可以，咱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帮助阮思考阮人生的问题。主，阮知阮是软弱、不足、欠缺的人，需要倚靠全能的上帝。求主伫阮头前引带、保守、看顾，阮一生行伫你所指示的正路，完成你交代阮的计划。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